因为土台这个来到俩呢，係嗌沃卡苗栗南種，其實嗌係挑份嘅，不過嗌爸爸媽媽俩就帶喺度俩，一隻家庭啊，地陪人動重用，係嗌俩下冇做挑路嘅時間，嗌就轉來看嗌爸爸媽媽。俺看到俩天水居啊，就係俺因為俺姓莊的堂號天水，就叫天水堂。俺爸爸就按名叫做天水居，所以這是我們家現在的名字。鴉片啊，又種到植物啊、花啊，全部係俺媽媽種的，因為佢種好花花草草的東西。然後我們家又有俺用的體縫，都在本地發揮。然後我覺得這邊很漂亮，就是一般都市看不到的東西。從你在沃卡有動到上安用的標語，就愛寫的，因為愛對動到社會議題係動關心的，因他來的世界都在看到安用的理念。我媽媽係一隻愛做迄個動低調的人，不過佢手藝還不錯，就是去做飯啊，也還做這些醃製的物品，佢還蠻有才華的。你一住係愛沃卡？也就係愛最中意嘅吧台。我倆煮咖啡，搶倆6勝。像愛煮咖啡啊，其實係閒情逸致的，不是說動專業，所以就是煮好玩的，然後那個看起來有那個架勢就好了。吧台應該係講愛從細時節就動上愛一隻提縫，唔講愛挑白細時節沃卡摩倆提縫，係啊，愛係愛通好嘅沃卡嘅時節，動好係個吧台料，係倆見沃嘅時間，俺爸爸就特別有做了一個吧台這樣子。咱叫俺愛冇事情啊，聊的時間俺就從下轉來倆，係其實咪冇做埋事情，我愛就讓俺爸爸媽媽打嘴鼓啊，共下訂咖啡啊，對，那時候轉來係一隻動放鬆，然後都在充電的感覺。